Dot money 唔係乜嘢呢？ Dot money 唔係要清洗黑錢又或者逃避法律規管嘅途徑。咁 GCR 就會同執法部門緊密合作，去使到 Dot money 唔會用作任何逃避法律責任嘅工具。咁 Dot money 雖然就唔係一個令到每一個人都有錢嘅途徑，但係我哋希望 Dot money 會代表一個新時代嘅來臨，而個新時代呢，係每一個人都會可以發展佢哋嘅個人潛能，而錢就會為人去工作，而唔係人為錢工作，人唔會成為錢嘅奴隸。咁GCR 同埋 Dot money 唔會成為以下任何一個途徑嘅。第一， Dot money 唔係一間銀行。第二， Dot money 唔係一個保險公司。第三， Dot money 唔係投資顧問，佢就唔會提供任何嘅投資建議嘅。第四， Dot money 唔係一個投資基金。第五， Dot money 唔係一張有儲存價值嘅一張卡。第六， Dot money 唔係公共公司。第七， Dot money 係唔係一間貸款嘅商業機構嚟嘅，同埋唔會去同任何嘅借貸機構，例如銀行去競爭嘅。第八， Dot money 唔係原意唔係要取代主權國家嘅外匯。第九， Dot money 唔係金融服務嘅提供者，但係有一間私人嘅機構。第十， Dot money 唔係政府發出嘅。